咱攏知影講，這民主自由唔是對天頂落落來，這自由就親像花蕊共款，足水足珍貴，也足脆弱的。8月開始呢，佇中正紀念堂有一個展覽，號做自由花蕊，展出台灣民主自由發展的過程，也閣對未來的展望。主辦單位也提供包括着台語、客語、日語、韓語、英語等等8種語言的導覽，要讓外國觀光客也閣咱的台灣民眾無共款的族群，都會當了解到台灣民主的故事。我的原罪後擺會分明，水田唔通賣。民眾透過耳機聽到的台語導覽，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過一生遺書的內容。中正紀念堂目前正咧舉辦自由花蕊的展覽，展出台灣對威權時代國家人民安怎用行動爭取民主甲自由的過程。就以前的社會歷史課本都沒有講這麼細，就只有知道我們曾經有什麼戒嚴，然後動員戡亂時期，白色恐怖就是它就像是一個章節，就這樣就帶過去了。這屆展覽透過數位互動的裝置，甲大量的文物，讓觀眾有真正實的感受。除了呈現鄭南榕先生自焚的所在，閣有國民政府透過禁歌、禁冊，限制台灣人民言論甲思想自由的迄種壓迫。應該就個人的威權體制、強人政治、強人政治之下，伊的標準就是無標準。啊，在這責任的中間，當然你老百姓就無迄個言論自由。啊，包括人身的自由，啊，像你講啊，推行北京語來壓制這個台灣話啦客家語啊，各原住民族的語言主辦單位表示，自由那親像花蕊，足水、足珍貴，也足脆弱，需要大家共同來守護。因為中正紀念堂的觀光客真濟，所以也提供包括日語、韓語、台語、客語等等8種語言的導覽。外國人來嘉巡，就是講咱國的威權時代，即馬咱的語道內底有台語，嘛是要互咱講台語的族群，佮咱家己人會使用台語來了解咱家己的歷史。主辦單位表示，希望展覽會當提醒大家，袂當把遮的民主先輩放袂記，嘛仰望佇中正紀念堂這個佇威權時代起的建築內底，互各界認捌台灣民主自由的歷史。記者顧佑基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